大家好啊！咁啊，港股方面嚟講咧，都受到美股方面啦嘅回調啦，咁就偏軟嘅。咁我哋自己睇翻嚟緊下個禮拜方面嚟講咧，個關鍵所在就係騰訊會公布嗰個季度業績啦。咁其實都相當之重要，因為咧港股其實過去一段時間咧喺呢個15+5規劃嘅會議之後，同埋特朗普同習近平嘅會面之後咧，咁其實就冇乜特別新嘅消息喺度喎。咁所以咧，大家咧都係等緊一樣嘢，就係一啲中資嘅科技股，佢哋嗰個嘅業績，可唔可以係對版嘅？咁而呢一方面嚟講咧，如果譬如話假設佢嗰個嘅盈利或者嗰個營收特別就係有 AI 方面嘅幫助之下嚟講咧，佢嗰個盈利能夠交出比預期好嘅成績嘅話咧，咁相信嗰個股價係能夠企翻穩啦。咁呢個咧對於大市方面咧就會有個回穩同埋即係有個支持嘅狀喺度啦。咁就另一方面嚟講咧，要留意咧就係其實近期嚟講咧，一啲嘅國際嘅金融股份咧其實係幾強嘅，譬如好似匯控咁先算啦。即使你話佢宣布私有化呢個恒生銀行啦，咁嚟緊3季方面嚟講咧都係即係暫停回購，咁所以曾經一度咧都拖累嗰個股價咧落翻去接近102、103嗰啲水平啦。咁其後方面嚟講咧，就匯控自己咧就調高翻一個淨利息收入啦。咁呢個我只覺得最主要就係話英國方面嚟講咧，個減息嘅空間嚟講咧，其實比預期係會細同慢啦。咁另一方面嚟講咧，美國個減息個時間表咧，亦都可能係即係會褪後少少嘅。即係我覺得12月份嘅仍然都會有機會減息嘅。咁但係去到出年嚟講咧，其實就會比較審慎啲啦。原本就1月或者3月咁市場都有預計可能會有減息。咁依家咧就褪到落去咧，有機會會係需要去到差唔多講緊第2季啦，先至係會有機會減息啦。咁所以喺呢個過程裏邊嚟講咧，我相信就會有機會係令到香港嗰個嘅利率咧個下調嘅空間，亦都係會細過原先預期。咁所以就導致到咧就匯控都可以將嗰個淨利息收入咧係上調㗎。咁就而整體嚟講咧，我覺得就個港股方面咧都係即係一來等緊中資嘅業績啦，特別係科技股嘅業績啦。第二就係話外圍個市況亦都唔算話特別太好啦。咁所以嗰個指數上嚟講咧，都只係一個橫行嘅格局啦。恒指喺下邊嘅支持位咧，就會喺25,600附近嗰啲水平啦。咁而上邊嚟講咧，就係26,700、26,800點啦。咁而股份方面咧，我覺得就國際嘅金融股啦，咁匯控咧會繼續都係睇高一線啦。咁另外渣打方面咧都係可以睇高一線啦。咁而中資科技股咧就好視乎嚟緊嗰個嘅業績嘅。咁而我覺得除咗呢啲股份之外嚟講咧，一啲譬如話係即係電力設備相關嘅公司咧，都係可以望下啦。咁包括我自己有持有嘅呢個1133啦，哈爾濱動力啦，就東方電機啦1072啦，咁甚至乎嚟講咧就呢個2208啦，都係可以即係望下嘅。咁就除此之外嚟講咧，就一啲中資嘅保險股啦，亦都係有機會借住個內地 A 股方面啦，就潛在即係有機會繼續向上啦。咁對佢哋嘅投資收益方面咧，都會有一個幫助㗎。咁所以變咗大家咧，就不妨可以留意翻一啲中資嘅保險股啦。如果你計到咧同個市場敏感度比較高嘅保險股嚟講咧，就應該係新華保險同埋中國人壽啦。咁所以變咗可以即係揀呢兩隻先啦。咁另外嚟講咧，就財險其實我覺得都中意嘅，不過財險嗰啲咧就唔係話即係佢嘅投資回報一定係會慢過嗰個壽險嘅，因為原因嚟講咧，你擺嗰個嘅即係保費方面咧，你唔會係個好長噶嘛，所以佢投資嚟講通常都係偏向一啲短年期。咁但係如果你話喺2328嘅中國財險嚟講咧，我覺得作為一個中線投資咧，亦都係一個唔錯嘅
選擇啦。咁就最後申報翻啦，咁我自己咧就持有呢個1133啦，哈爾濱動力嘅。